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馬太。有好消息，淘寶而家推出咗零運費一件包郵，億量級咁樣加推咗唔同嘅商品，最新仲有零食、玩具、收納用品同埋文具、小家電，呢啲全部都包，都係零運費喎，係咪好正啊？要揾零運費嘅貨品一啲都唔難，只要進入淘寶 App， 喺左上角地區嘅位置選擇中國香港，撳落去首頁嘅包郵頻道，咁就會見到全部都係一件包郵嘅產品。你亦都可以搜尋想要嘅物品，例如保溫杯咁啦，揀返一件包郵，咁就好多唔同款式嘅保溫杯任君選擇。如果擔心唔肯定嘅，喺最尾購物車嗰個位 check 多次，見到一件包郵就 OK 噶啦。嚟緊雙11送到一個 promo code 俾大家。只要輸入熒光幕呢個優惠碼，落單即享120減10蚊。跟住落嚟睇下我最近買咗咩啦。第一個要分享嘅就係 LC 嘅魚形碟，官方產品有保證，係咪好靚呢？有隻靚碟，就算平平無奇嘅蒸水蛋都變得不一樣。跟住落嚟係呢兩隻日式嘅陶瓷碟，優惠咗之後都係30幾蚊一隻咋，睇下幾高質，裝埋送俾大家睇下。跟住落嚟分享呢個係廚師機防塵套，有淘寶真係冇嘢揾唔到啊！咁樣笠住佢防塵防油，清潔都輕鬆啲啦。我仲買咗呢個超大容量保鮮盒。而家零運費真係好正啊！集運站又多又方便，撳個掣，第二日就送到去樓下啦。呢個大大嘅保鮮盒，我係愛嚟裝蔬菜嘅。平時買完啲蔬菜1包2包就咁擺落雪櫃，又唔好睇啦，又快爛。而家就可以全部放晒落去保鮮盒入邊，跟住擺喺雪櫃，乾淨又衛生，仲可以擺耐啲添。最後一樣要分享嘅就係呢個 Bruno 嘅氣炸鍋，好鍾意佢嘅外形係復古嘅設計。網上購買電器當然要去信得過嘅平台啦。見到天貓專賣店做緊特價，所以我就買咗佢返嚟啦。佢得2個扭掣嘅啫，使用好簡單，老人家都冇問題。上面呢度有18款菜單俾大家參考嘅。即刻整個氣炸乳鴿試下先。今日70蚊買咗2隻冰鮮嘅乳鴿返嚟。首先我會剪咗個爪同埋個 pat pat 先嘅，進一步去乾淨晒啲內臟啦。用幾片薑同埋少少酒吹一出水，去下啲腥味同埋雪味。跟住醃一醃隻乳鴿先，落晒熒光幕呢紮調味料，捽勻成隻乳鴿，記得肚入邊都要喎。最尾肚入邊可以加幾片薑同埋蔥，跟住放落雪櫃最少醃3個鐘，亦都可以前一晚醃定嘅。可以整定一個脆皮水，落少少蜜糖或者麥芽糖啦。同埋加少少醋嘅，任何一種醋都 OK 噶啦。跟住最尾可以加多少少酒，撈勻佢之後搽喺隻乳鴿上邊。如果想佢顏色深少少，可以加啲老抽。搽勻之後要風乾表皮先嚟氣炸，咁就會脆啲嘅。就咁風乾要幾個鐘頭嘅，所以用把風扇吹佢就會快啲啦。氣炸乳鴿非常之簡單。如果唔想隻乳鴿炸出嚟太乾，可以喺底部加少少水保濕。將2隻乳鴿放晒落去氣炸鍋，180度氣炸20分鐘左右。
設有透明嘅視窗，烹飪過程一目了然，真係好療癒啊！時間夠啦喎，香噴噴嘅乳鴿出爐啦，顏色夠晒金黃啊！而家可以拎走啲薑同埋蔥，稍為凍咗少少，展開俾大家睇下。外皮香脆，啲肉又熟晒，唔會乾爭爭咁樣嘅。用返頭先分享嗰隻碟，可以上菜咯。氣炸乳鴿就係咁簡單，大家都試下。而家淘寶1件都包郵，真係好正啊！以後買食物唔使等集運，即刻就可以運過嚟，就唔怕佢變壞啦。最後提多次，大家記得用優惠碼慳到盡啊！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多謝晒大家收睇。如果鍾意我分享嘅朋友，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你嘅支持係我拍片嘅動力，下次見。